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今天我们真的非常的高兴啊！请到了这位小丽老师呢，其实是在很短时间内，我真的非常喜欢啊，她带来的这个料理啊，因为非常简单，非常漂亮，然后呢又非常的讨喜哦。我们请到了这位小丽老师呢，其实她是在教小朋友怎么做料理哦。那我相信呢，很多观众朋友都很希望呢，从小就可以培养孩子呢，自己可以动手呢，做一些简单的，然后比较没有危险性的哈。因为厨房我们总是怕有一些刀子啦，或者火啦，会让孩子觉得不够有安全的话呢，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小丽老师呢，她就会告诉您怎么样让孩子爱上呢这个厨房，而且是非常安全的。当然还会变得非常的幸福哦。我们请小丽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丽，超可爱吧？小朋友都不喜欢吃豆豆，可是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创意料理，那我把它豆豆的部分把它做成豆泥，所以就是感觉很像豆你开心。另外这一道豆你开心呢，我们的材料也非常的简单，而且非常的容易做。像豆泥的部分，我们用的就是毛豆，就是请小朋友剥壳。他就会很开心，然后呢，再来剥完壳之后，我们就跟我们的大蒜有非常好的杀菌的效果。那我们就是把它还有一点点的沙拉酱，我们把它打在一起。那我们这个部分呢，在盘子面不好操作，我们可以先把它在保鲜膜上面先把它摊平。好，我们就是像这样子，轻轻的把它铺成薄薄的一层。是。待会再把它推到这个模子里面，再把它稍微压平一点。对，把我们刚刚的毛豆可以铺进来。饭的部分，我们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处理。那我们加咖喱粉进来。这时候就可以大家发挥创意，不一定要咖喱粉，只是我觉得绿色配上黄色会让小朋友引起很大的食欲。海苔粉也可以，紫苏粉也可以啊，紫苏粉也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呢，它会帮助消化呢，紫苏本身也会杀菌哦。那我们混合颜色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希望说里面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叫豆泥开心，那我们的开心在哪里？我们就用我们的蛤蜊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蛤蜊放下去。我们现在在等蛤蜊要煮的同时，我有蒸好的马铃薯泥。那马铃薯泥如果家里没有压泥器的话，建议大家可以用，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罐子上面套上一个塑胶袋，就直接这样敲就可以了，直接压它就可以了。对，就不一定要买压泥器，因为不方便的话，或是拿比较大的一个容器，像这样的杯子，也可以就套一个塑胶袋，这样把它压泥就好了。那我们这时候呢，一样是加上沙拉酱，才保持它一个比较滑顺的口感。那我们蛤蜊呢，只要打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把蛤蜊捞起来。那我们把蛤蜊肉剪碎碎的话，可以再混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先把蛤蜊肉先取出来，那我保留了它的壳。是，那我壳我的时候，我这边就是装一点点我们的马铃薯泥，然后再把它假装合起来，就会把它弄得高一点。所以呢，每一颗都要这样子弄吗？我们是在最后可以做装饰的时候就很可爱。我还以为说今天这道料理啊，所有的泥都要包在蛤蜊里面，那这些小朋友可忙着了，没有时间吵妈妈了哈。像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下造型。对，像很可爱。对，真的是超可爱的。那我们就做3颗。其实今天的这两道料理，不仅是造型上面呢，我相信在操作上面呢，就是都是非常安全的。很适合呢，小朋友，在厨房里面呢，这样子东跑西跑的，然后呢，偶尔就来做个这个哈利的这个填充啦，一会儿呢又来压豆泥啦，真的已经很开心了，在整个过程就已经非常开心了。那我们要加上我们的玉米粒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把马铃薯泥也放上去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再把我们的咖喱的饭
放上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豆泥开心已经接近完成了。对，就是组装的部分，小朋友都会很喜欢。那小朋友不喜欢的豌豆，我们这时候呢就把它塞在我们的马铃薯的里面，然后把它弄成造型，把它假装塞进去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拿一个大盘子，那我们就是把它扣过来，这是非常的简单，小朋友一定很喜欢。那怕整个压下去的话，形状会变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像这样子，大盘子直接倒着，两个互相贴在一起啊，然后拉一下我们的保鲜膜。天啊，真的很像甜点，好像抹茶蛋糕哦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蛤蜊放上来，可以做一个造型的变化。然后这是非常营养的，就是有豆子这些东西。那我们可以，刚刚我们有用我们的咖喱粉，是咖喱粉呢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个马铃薯这上面再撒一点点的颜色。因为咖喱也是非常营养啊。听说印度人为什么特别的聪明呢？就是因为吃了大量的这个咖喱哦，所以日本人也非常喜欢吃咖喱哦。那你看他们就设计出很多的很棒的这个，不管是生活日用品啦、汽车啦，就是多吃这个姜黄，也可以呢预防这个失忆症哦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有准备了，让它变成真的甜点的。好，那在这个豆泥这个绿色啦，好，还有一些玉米的这个黄色哦，再一点红，哎，你就觉得整份的这个餐点呢是非常非常的诱人哦。还有再加上刚刚小丽老师呢说，哎，要让我们的这个葱丝呢，让小朋友呢不拒绝，他就是把它呢，哎，泡在水里面，让它整个卷起来哈，它的形状已经不一样了。我们一样留成切薄片。我们要让它变成一个真的甜点，对。那我们柳橙片呢，就可以放在旁边，一点点。哇，好美哦！不要说做给小朋友吃，我大人在旁边，我都已经觉得说，哇，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哈，我都想去上这种课了。有没有大人报名你的班？还是你有年龄限制，18岁以上不可以？因为我们的课程的部分就是还是喜欢跟小朋友互动，他比较喜欢小朋友，他不喜欢大人。因为亲子，因为我觉得亲子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特别喜欢跟亲子的部分。对。那有没有那个很多的这种像妈宝，就是说妈妈她就是要跟在旁边一起做的？没有，小朋友进到教室的时候都会说：“妈妈不要进来，对你不用帮我，我自己可以。”对，好像全世界的孩子都一样。妈妈你不要进来哦，因为甜点上面都会有一些装饰，都会像小猪猪那样子，一颗一颗小小的，然后所以呢，我觉得它的样子应该是有点像是宝藏盒那样子，所以我想要让它用沙拉酱。等一下给大家弄得好像珍珠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是像真的甜点一样，好可爱哟，小丽老师。因为像小朋友们来上课的时候，我喜欢他们在餐盘上面，跟他们的食物上面做一些很可爱的变化之外，我觉得可以学习到美学跟配色。是，我觉得真的是。我觉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怎么可以把一个料理做得这么漂亮，然后看起来完全就是我们的慕斯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吃甜点的时候那个蛋糕或者小的 cheesecake 啊，好，然后那个完全就是抹茶蛋糕啊，心形的，生日的时候可以用哦。所以看到这种甜点造型的米饭的时候呢，我相信没有一个小朋友会拒绝得了，甚至会想，妈，那是可以吃的吗？然后孩子一定很雀跃啊，就是说，不管是你做给他吃，或者他自己跟同学一起 share，我现在就慢慢发现，很多小朋友，他越来越爱上料理了。但是你看，小丽老师今天做的这个菜呢，完全是无油烟，如果呢想要做菜又可以呢非常的不像黄脸婆，可以像小丽老师这么漂亮的话呢，请一定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哦，因为
这2道料理呢，绝对让你呢，哎呀，不是开心而已哦。超幸福的。我们下次呢，希望小丽老师有机会的话，再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呢，分享了这么精致哦，这么可爱的这个料理哦。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小丽老师，下次要再来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哦，你看他好温柔，他说好，所以他一定会再来哦。那我们非常期待他下次的这个分享哦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豆泥开心的食材有豌豆、白饭、洋芋、玉米、蛤蜊、沙拉酱、大蒜、橙片、咖喱粉、